豆腐哈，有练习过俩头菜吗？有练习过这道菜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赢定的啦。你是用天分在煮菜的呢。我想知道一下南部的客家人没好色比较笨吗？喜欢，终于找到喜欢的了。妈妈，这个送给他。来，好，包起来。好呀。50天数哎，30秒哦，别矮哦。好，动手了。哇，没有卷好，没有卷好。西电斗。刚刚有做嘛？什么？感觉不好一点。还有，俩秀昭姐姐没走在走啊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手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鐘伯強。今日同歡喜終身來到南台灣呢。哎呦，南部嘅朋友，我都來咧。哎呀，總算啦。真的，而且到南部呀島邊呢，高雄、屏東非常多嘅客家人哦。真勁哦。真的，今天來到就是旗山的地方。係啊，旗山。旗山咩當到客家人哦，先來分享到菜梯嘅師傅，分享到我優素才是我好姐妹邱玉涵邱師傅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你的姐妹圈中這樣呢？真的。哎，那你的好兄弟也蠻帥的。哦，冇啦冇，你好兄弟啦，哦，多啲啊哈，對。喺呢個嘅盧準斌盧師傅。大家好。哎呀。盧師傅你好。玉涵姐，你老太太講一下，因為 T 拜了都先講一下你平時的標準係乜嘅？好色又做的嘞，後色就做，可是後色太廣泛了，只要做出媽媽的味道。哦，媽媽的他自己媽媽的味道就好。對，他就說這是他媽媽味道就好。無論是佢不管是什麼味道，就說這是我媽媽味道，太辣。哎，媽媽的味道。太鹹。哎，媽媽的味道。是這樣嗎？是。OK，好。好。標準蠻明確的。是。好。哎，問一下哈，盧師傅，你就有來過南部嗎？有，動手。我跟你說，他是美濃女婿。好，準備死咯。哎呦，但而家動手真係夠用，因為都是都凍魔汗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說，以自從頭呀跟南部嘅客家妹過後，他的人就越來越有福相。所以南部的客家真的是一個寶地。我在5、6年前認識他的時候，他真的凍手。大概是你的一半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今年哈，因為吃到太多好吃的這個高雄吃到太好的老婆，哎呦，做的美食。真勁，等一下我來介紹嘅食材哦，咪係凍好食嘅東西哦。係啊，大家來看一下。好，來你看呐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來吼，係我呢個菜題吼，非常有名嘅東西哦，吼。好。嘿，水蓮。我跟你說，俺一炸狗牙嘅，哎呦，這個好辛苦哦，真的要炸嘎哈，那個腳很容易都會熟到啊。係啊，還有你哋哦，cái水蓮吼，凍因為吼，佢係蒸，其實唔係蒸嘅，它是葉餅。對啊，佢係入咗凍水帶下。係啊，不過你一套菜吼，有香菇啊，有肉絲啊，蒜頭啊，辣椒啊，誒，今日我做嘅係乜嘅料理咧？猜看，其實這蠻明顯。係啊。蠻明顯，直接公布好了。好，今日我哋做嘅料理是香菇肉絲炒水蓮。哇，來到菜梯呀，特別就一定要食呀嘅水蓮，而且呀嘅水蓮只有到南部中，對不對？等一下，就看一下內邊會用辦嚟處理嘅水蓮哦。好，來分享到我呀煮嘅參水炸和係兩母女哦，分享到嘅是我們的秀昭姐跟心怡姐分享。媽媽老妹了哈，長得都很慈祥善良。今日我哋要攬水哈，雖然未係媽媽老妹哦，不過都像姐妹哦，掌上斷讓，六叔發老林冠衣。哎呀，已經都像姊妹哈。真的好，一個秀姐知哦，平常是有都會家政班啊，要麼該還乞求佢傳湯冇咧。冇啦，都不卡做料理啊呢，要本身不卡係做乜嘅嘅。不卡，做乜嘅啊？係啊，做農嘅。做農嘅，我跟你說，做農的農家做的呀個飯最好食，對不對？對。來給港鐵飲食的飯最好食來。對，最有味道。對，最有媽媽的味道，媽媽的味道。那心怡呢？平常在社區。沙琪迪都沒有聽說做料理啊呢。煮菜本都應該是。你看，又是煮給媽媽的味道。哎呦，
赢了，赢达到了，我们这边的标准。赢了，赢了。结束了，他们结束了。好，今天要来比赛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还要先去擦汗，太紧动感张了。很重啊！哇，呢條涼衫吼，做媽媽嘅眉頭，咁講你看人家改片哦，因為喊書法姐哦，一聲老師哦，劉書法吼，書法姐你會做嘛個欣賞？表演主菜做點心嘅欣賞。哎呦，可是我们要是妈妈味道。媽媽咪會做點心啊？當然咯。平常時你有做嘛個點心本關意識？坤哥人點埋菜咯。哎呦，直接點菜哦，点菜。那我可以點一個叫做水蓮香菇炒肉絲嗎？冇問題哦。哦，好啦，平常時關於豆腐哈，就讓媽媽甜叔有幫忙嗎？有哈，等一下是會地咯，等一下就知道咯。好，等一下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應該冇談到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馬上嚟進行體育講嘅比賽咯。木爬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常講呢，南部嘅朋友呀哈豆腐卡地度當一圖個練嘅海帶拳，哎呦，海帶拳哦，對不對？然後家裡豆腐卡有練習嗎？有看節目嗎？有看節目嗎？有有看節目個。對，可是我們接不完海帶拳。啊，今年我因為來搞嘛家就較尾搞嘅係幾個 Q。有係貴嘅 Q。對，對不對？對，是的，姐 OK 嗎？好 OK。先半件你都要開始哈，來咯。先剪刀石頭布哦。台上講了哈。剪刀石頭布。耶！好，來轉向正前方哦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你要先卡一數模就一幾腳哦，好來。總得落幾強浪哦。好了，現在進你開始啊。不要 Q，好，我也 Q。哦，又數張嘞。哎呀，秀昭姐，太犀利了哈。這我在 Q 樣哦。好，剛才是練習嗎？沒有，我沒有嗎？哎，最神奇嘿，秀昭姐還比較慢出。現在是沒老給出 Q 樣嘅題嘛？好，剛我嗰100幾筆嘛？冇嘞。冇嘞，唔，因為你係做菜嘅比賽，唔係搞貴 Q 嘅比賽。先休息，挨夫妻養雞，好，好來。我們已經贏1分咯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挨來老要注意在哪？哈，今日冇良心。有看節目沒？還用小改哦。看節目。好。啊，這個遊戲王哈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咩開菜嘅？預備，幾個 Q。幹嘛踢我？哦，白，哎呦，白褲，強了哦，一樣嗎？對，我們一樣。海鮮呢？秀昭姐，唔怕啦，條體就注重平平啦。一潮水比較養入我。對，潮水比較養入我。好，好嘅開始。好，拍，你下就對眼一片，寫落開始哦。Go。好，剛才用準備好誒，搶開始。好，你係哪類嘅香菇啊？自家種啊，因為你講你係家庭啊。冇啦，也冇辦法，買偏的啦，也冇辦法講其他種。咁水蓮的呢？水蓮的嘛買偏的，米濃種誒。我跟你說，講到米濃嘅那個水蓮就要為御寒節來。有咩你講？你自己跟大家跟我們說一下，那個水蓮的恩用誒，是這樣切嗎？是。好，水蓮的恩用，水蓮的恩用的主張係最好食的。保留它的什麼18秒？ 18秒。雅典哈要搶快，搶它的綠，太搶。剛剛寫通過嗎？不是。所以等一下主要見嘅是這個18秒，19秒沒中的。我看火係冇。對。好，倒數了。時間咪到咯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咧。好，就先安尼啊，天天切都唔怕，因為。養菜菜的啊，菜菜的唔怕。等一下你先休息，還有1分鐘的時間，可能我去裡面下咖啡，也係去擺牙一下。沒做啲闖過，應該就看啊。擺牙。都看下。計時開始。好，全部係切貼嗎？
还有榴莲，等一下节目会摆盘吗？哦，最后要拿来摆盘吗？不要，所以全副切贴哈你要不。要问问看冠仪的意好见？，冠仪，这个香菇你喜欢吃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，那不要放，那不要放。你很直白呢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冠仪6年生，他现在长跟我一样高，这样合理吗？为什么会有面这样？线呢哦，对啊，跟我也差不多呢。真的。哦，哎，妈妈你是怎么养的？哎，哈，唔讲爱用啊，嘿啊我煮客家菜啊，哎呦，是哈嘎吹开的啦哈。嘿，从我也是吃哈嘎吹。干嘛嘿？切泡，切婆婆哈。好，时间到停。啊，差不多啦，不是不用停倒啦吼。好啦，等一下看你自家无下的梅头吼，好 OK 好会做妈妈的梅头哦。好吼妈妈的梅头。不是老师的味道哦。好，两下吼，你两下穷下猪，好吗？要2个一起帮忙哦，总得是就看哦。好 OK 好。好，马上开始。冠仪，你平常就这么少话吗？哎，你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。不会，你怎么可以不会讲客家话？做一个客家事情，做嘛做不得莫讲客家话因为嘞。你的爸爸是喉咙音系吗？是闽南人。哦。哎呦，你两下准备会升6年生系吗？6年级。真的。你最会的哪一科？ 8、社会科。 6、哎呦， 7、哎呦，3、2、1。时间到。好，第6集你开始嘞。好，你记住哦，你记住。你豆腐哈，有练习过两头菜吗？有练习过这道菜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们赢定了啦！你是用天分在煮菜的呢，心劲动厉害。好，加油加油！那节目大概会录2小时，还是培养一下默契哈。我要盘子。妈妈，你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快哎呀，给秀姐记得煮饭时间，我们说很疗愈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呀，看到妈妈阿婆啊，都做好做出来，那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画面，这样子。刚刚出窗啊，看到你不用了个哦，这样哎，该嘛该，偷姜跳妆起来各位吗？买的，买一耶，共偷姜也免面姜哦，跳妆。哦，用的面姜也个偷姜。哦，有嘛检查？有啊，冇相同哦。迄夜店迄度弄安尼面姜不用模式咯，哦，佮煮呀，煮头安尼，从煮汤不用面姜，我也个偷姜也个偷的，有分咯。啊，牛老师有好斗吗？有分有好斗，老师有在搞。有分偷一定姜很欣面姜赏。。对啊，不是人家都批一下。好看呐，好看呐，哎，鬼用哎，真的。好啊，都得做哦。不过秀昭姐姐，你形容摆袂上到用个送的香菇来煮啊？上啊早尾也好，但是面丝个敢唔会出来，哦我实的，也冇弄早的。哦，送的香菇还做咧吸汁，对，还有5分钟哦，还有5分钟哦。我哋用10条假设上的啊，会冲一点面丝，哦在上的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真的哦，那你要不要分一半过去？真的。比水花冇呢？闭上，你还动好你也小上的哦很。可爱，很豁达。好啦，刚刚导毕业你就这样讲意思，天天煮，等下当然生涯后数你哦，等一下整个堂你也小上哦哈。好，看见它吼，西餐性上做的菜了哈。哇，哎，关毅，应该下个水莲哈，你们先烫过，你们烫几球啊？烫几球？烫多久？差不多1分钟，就太水去了。怎么了？各家有各家的味道，尊重家里的味道。明白？因为应该都做的最好吃的，妈妈做的一遐贵的嘛个，来上海的头姜，上海的松红系嘛个？有嘛个冇相同吗？適合佢每個絲合，唔會人鹹係冇？哦，成年的啦。咩係調醬，調冇強龍嘅，街道沒有調醬，呢道沒有調醬，那個係冇強龍嘅調冇強醬。龍嘅哦。它就俺这个色泽哈，这个色泽也还蛮好的。肉会不会太大了嗎？少呢？因为张伯谦很爱吃肉。哎，不宜发言的哦。真的。哎，干肉唔会变哦。唔會，哦，因為人哋吹冇按到，佢肉太多就會沾到比例，哦比例，你们可以走西餐糕點啊，看看比例真的是抓得很精準。
好哦，好的，看起来差不多是都挑咪听听的吼，来，对啊，很快，好，那我们赶快过去我那边了。好，好，来你，好，耶，小泽静，看下同家都周周有去推表你不养的哦，我是用耶，我也给。来吃看那有来试看看梅头，吃下米头，吃下米头，两个抢色，可以讲哦。其实了白正经动很润呢，做啲到故乡菜题是到故乡菜题嘅训练。做得冇？冇我多啦我不用夹嘛，唔俾啦冇。多啦含，都不用来耶，哦，水妹上边哈，都吃一下米我头，我睇叫咗。牙得嚼下來。啊，呢啲很有冰辣椒哈。咬一配面色啊，啊，配色，其實兩位撈，咱们孬啦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倒数咧，倒數咧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下晝吃吃看啊，鐵管底度，乃部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哦，來到南部呢，TOS 也嘅雅蓮呢，啊，不過雅蓮呢，冇看見哦。 就上了 Q 1 Q， 我们大家炒出来那个脆度就检查懂都哎，我觉得是待会的评审的标准。请进，大家来试看。来，丁雅要吹口试先来试，谢谢。好。又切，切，动切，请进动切。好香吗？你两啥感觉咧？关于觉得嘞？哎，你不能学妈妈。还来看你的，试试看你们的。我们的汤汁好漂亮哦。我喜欢沾一点汤汁。很好甜点，比较甜真的是一点。 Q 庸猛 Q 庸哎。好，心怡姐觉得呢？它放的那个应该是一种豆瓣酱型的酱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厲出害了哦！哟。冇相同誒，妈妈我，也用古早的米絲同埋食餅冇相同。某熊桶哈，吃了有牛排有香菇的那个香味比较重，比较重哈。它的椰點有點如果冇是出的米絲嘅，哎呦，他们俩刚才是 Q 哈共出的。係啊，对，母女妈妈的米头，对，妈妈的米头。好，刚才其实呢，大家对雅莲的米头啊有一定的既定印象，所以呢，来做工亚馆底度可以还评审欣赏，用了评分哈。好，那时间呢就先抢 Q 师傅抢分数，当当，耶！陆师傅麻烦了，抢分数。恭喜！我想知道一下南部的客家人没好是比较分吗？喜欢，终于找到喜欢的了。妈妈，这个送给他。来，好，包起来。好呀。Q 师傅抢分数，当当，耶！陆师傅麻烦了，抢分数。恭喜！你解释，我想听你解释。好，这样，我邱师傅按照顺序。那个妈妈咪西猛错啊，顏色有搭配，对，哎，那它的嫩姜的量嘟厚，嘟嘟吼，哎，雅蓮的脆度有出來，顏色很亮，哎，色香当讲，味。食小米都当葱油啦。你係一開始講好些肉是好的。咩啊？佢講嘅公拖花，即係當公拖。廣東公話啦，東花啦，這魯師傅應該有冇公東講呀？其實應該未，你好好解釋哦。係講解香味，是政策都該調整，再有講解利用該上海嘅嗰種調整。我們要選的是客家菜。點解食出嚟都流客家菜當仲有該調油嘅嗰種香味，所以嗰種香菇啊，調油呢一種味道配咧，我感覺梅頭是政策咯，我感覺呢一道好好食啦。哦。所以看起來正經係全有特色嘅面頭啦，真的不一樣。這個結果我們也比較輕鬆一點啦。好啦，呢個時間呢就來看一下盧師傅今日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崇拜呢盧師傅哦挑戰呢要嘅變成新的紀錄保持人，4分30秒。今日你要帶來乜嘅料理咧？今日我睇下你做咧水蓮、烏櫻頭、攪板條。烏櫻頭攪板條。來到南
不一定要食南部嘅面趴板。係啊好，先來看一下你嘅食材有乜嘅？有咧板條，你係板條啊美濃嘅咩烏龍麵哦咧蠔油這嘅。都懂有。哦，還有我哋做咧烏蠅條嘛，一般看到烏蠅條係用咧韭菜巴啦，韭對菜啊哦韭菜巴，今面應該是大概咧水蓮，哦水蓮，啊其他的配料啊，你看有狗肉啊，有蒜頭啊，哦有豆腐乾，佢應該咧做嘅咧醬啊。一種烏蠅條，啊沒有加一張我哋做咧炸醬麵嘅感覺，加所以還有用咧豆腐乾，好，那還有我哋講嘅烏蠅條是咧啦，哦烏條是咩嘅我哋客家當有梅頭而家醬料，對。好，好加上來開始我啦想。請問一下秀芳姐，安用講開兩年糖油冇？係啊，我講開兩糖水嗎？還是糖冇嘛？佢成功係見一糖是。可是咁樣還是係冇係冇講佢長長嘅嘛？佢講啞蓮，佢講個炒麵包飯咪弄開吹下，係啊講，你用啞蓮，你做對啦，反正都面濃嘅弄啞蓮幹嘛啦？係啦，冇講我都米佢濃劈開嘅做個夾面牙臉嘅。是啦，肉用下來，狗肉，嗰啲狗肉唔是鮮乳果吼。唔是，太感有冇問題這麼係啊。嘿，唔好食條是做嚟外賣咯。哦，唔好食該附近條哦，烏蠅條。就吃附近啊。對，所以不用補飲料店。哎，觀音唔好食咯，不敢吃哦。我是做咧병伊跳下병嘅cái條醬啊，送去嗰種條醬，但是咩網條啦，咩叫網條。好，差唔多炒好咧。你炒香，誒來豆腐乾，好。哦，誒，嗰豆腐乾唔係日本嘅豆腐乾嘅哦。因為豆腐乾哦，我要先攞過，攞過啲梅頭會好香，同後腳要做到我哋等下煮嘅醬嘅梅頭啦。我等下豆腐乾冇梅頭，安尼又有咧挑香豆香，哦頭油嘅嗰種梅頭。啊，豆腐乾啦，豆豉，他們互相相輔相成。誒，對。好，你要做調味料。有拍嘅胡椒粉，胡椒粉。我想知道一下南部的客家人咩好食胡椒粉嗎？問冠因為我們儀好了北，部嘅客家人都好食好胡冠椒儀粉。變咗湯，通比的。你好食該胡椒粉嗎？你喜歡吃嗎？喜歡，終於找到喜歡的了。媽媽，這個送給他。來，好，包起來。炒一下，湯到胡椒粉先炒過嚇，炒一下，來香梅嚟夾出來。哇哦，哇，又香又香。米酒啦，調油，好，米酒，用一啲啲米酒。師傅做的不用蠔油嗎？你做得用蠔油啊，醬油膏先做得嚇，你用咗調蠔油以油。後還要再不用桶嗎？用蠔油是湯嘅，不用燒掉，好，不用燒掉。哦，你誒，今天當場咧炸醬麵嘅醬嘅哦。係這種炸醬麵嘅感覺。好，你係直接去煮一下，好，我哋是咧從你係板條，好。碰一下。要啱啱。誒，盧師傅，同個米弄個板條吼，嘿撈一半個板條，就冇麻有麻個冇強人個蛇撇布啊。其實我哋當時講嘅板條可能係冇煮嘅油掉，好，但是咧用板條切好油，我意思小哥可以浸下燒水樣時候咧，你灌起來，嘿，浸下時候咧，好。大家講翻他開場地位哦。你呢？你帶來一個咩烹調藝術？好，你板條，小哥幫你浸下，這樣子做得咧，好來攞起來。哦，你是應該讓水看起來懂 Q 誒，懂 Q 哦。然後上轉去做到產度咧吼，嗯水香梅，啊你到底係水咧飆下去吼，哇，佢講全部飆啦吼，飆下去。安陽就有強吹嘅營養誒。兩人炒好做得咧，嗰個攪盤啊吼，全做得，吼，今邊嗰啲配到板條蛋糕度咧。哇！我要吃。哇！你有一點配料，混等一下素人飲食啦。對，等下我要吃飯喲。來，哇！水蓮、烏蠅條、攪板條。安陽就好食了。
所以呢，我非常感兴趣，一定会养。好，对，但是哦，一定会养哦。我上场都在写到啊。系啊 OK 的啦今日系马今日介，啊，考题这个哦，啊你是的咧水莲吼，系马个迄个马个蔬菜啊 ，A 紧啊，B 系入饼。猜拳，直接猜拳。我是可以是讲直接咩啊？猜拳。哦，猜拳，马上会猜拳。好，剪刀沙跳布。哇！因为先 A 还系 B，我要吃。因为先 A 也系 B，A 哈。好，那我们选 B。你系资优生会拉大提琴的，一定对的。我也拉大提琴。答案系马介。答案系 B。一起去。今天系月饼哎，迄下你系月饼啊？系啊，聽我講過緊啊，然後餅啊 A 啊 B 啊，我們就在這個默默的之中呢，水戰勝蓮啊了風雨。誒，蓮是嘅一上到嘅水，一輩讀嘅嘅水生植物嘛，哦，所以伊個係連接好入片啊，好緊啊，好入餅，好入餅才啱啲食嘅地方。歹勢哈。他歹勢蘇阿姐，因為聽到博謙給煮啊吼，然後簡單稍微冇 Q 喲。原本我們在彩排的時候，佢講 yes，跟博謙一組，猜拳你。對。因為不愛寫啦，盧師傅。當然不是啊，謝謝。好啦，睇下實況。好深嘛，小小姐。你阿咪是也幾好，幾香哦。幾香哦。我也是弄葱頭，我連弄蒜頭。係。我負責嗰邊咧，公園處有嘅也相同。家呢，體育館邊雅典邊蒜頭冇相同，係弄葱頭，我係弄開菜。對，我覺得這樣很棒。周一還比高。係啊，只係講不怕開菜邊體育菜。因為嘛改東西哦，只做一個變化，用嘛改成做的，係。南部嘅板條真件都冇 Q 喲，因為到南部一道邊嘅棉花板，現整拿出來呢現身。真的比俺都被鋪寫的喊他 Q 哎！哎呦，俺冇學過南部嘅板條呢。真的，你看他在上面都喊都可以彈呢。好啦，你看時候咧，哎呦，看咩？你看，好啦，搬睇下佢啊，你看，要斷呢哦。那是你的手在抖。我正經看起來都好食啦。真嘅係。杭白肉幾乎哦，轉到不下，自家做未做得，觀眾朋友看到啱好食嘅料理哦，唔怕，自家做未做得啊吼。等一下最尾一關哦。對。接下係熱避熱，等一下馬莎到底會讓出嚟，最尾一關馬上開始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太緊張嘅，殺亂款款模，到底馬莎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尾面一關呢，等於是決戰賽。係啊，你哋嗰度起三號最有名嘅嘛㗎？我其實一開始來的時候就很想要做順口溜了。哎呦，講一下。岐山香蕉。哎呦，有嘛個香蕉岐山。哦，是阿英哦。對。哦，叫岐山叫叫。對。當咱嘅順口溜誒，大家講一擺好冇？嘿，叫叫岐山叫叫。倒帶今日最聽係雪菜，係咪係姜姐咧？打開來看下。哎呦！這個淑華姐有點，她有點認真的表情出現。你看，兩下，因為佢係做四川啊，做到多厲害，你知道嗎？多厲害！他的粉絲人數比我多好多。不難吧？倒帶今日最聽係雪菜，係咪係姜姐咧？打開來看下。哎呦，真嘅！哇，真嘅係姜姐啦，因為大家都岐山一定提過，岐山這邊的這個光，岐山之光就是姜姐啊，真嘅係有名到世界各國都去嘅啦吼。呢邊唔看嘅日本按到嘅糕點，都係到岐山要到邊個去嘅姜姐。當然啦，太出一個姜姐嘅時節，真嘅講。比唔得咧？係啊，韓國吼，台灣咪係姜蕉嘅王國呢？香蕉王國。對啊，你聽我實看哦。我今天準備的料理哦，是不是就是打開來直接吃呢？沒有啦，不是的。你聽我有嘛個變化嘛？哦，邱師傅咧，今天我做嘛個料理？姜蕉蝦卷。蝦卷。蝦公卷。哎呦，你用乜嚟做嘅哦？點解要蝦公？對，同姜蕉。用爆紅類。切用嘅切，
某鬼听。某周猪周的哦中你中医。报题都是走这类啊。好，好，好来，这样出题目。除了苹果之外，怎么样让香蕉更成熟？催熟。练舞比黑，手给强调手给强调，不用强下。挺简单的呀。先猜拳，好好，先挡着哈。来，起都这样撒，我猜拳的你。如果管你哈。欢迎你要来猜了，你是拳王哎，但你不要猜错。好，马上开始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有让嘞！让嘞！你下排是听我先让的哦，先抄的吼 ，A 也系 B。好，有可能哦，不过答他选 B， 我们只能选 A 啦。系啊，选 A 啦。只能选 A。不过邱师傅今日答案 Q 师傅今日的答案係嘛？嘅咧？答案係 B。你看，讓咧，就是沒有拿落，唔可做乜嘅咧？香蕉算係一個更年性的果實哦，因為散發出一個很多乙烯的東西。有一條佢是熟嘅時間呢，佢是熟嘅時間哈，佢就會幫其他香蕉咩強下熟。哦，嗯，好啦，冇埋問題啦，就是沒有拿落吼，排泄啦吼。歡迎，有歡喜嗎？有。好，記得要救生命啊！你有3生命，唔怕，你下水就來進行比賽了。好，等下有一件事情，你要先討論一下。等下香蕉撈一個嘅撈下公冰落去，你吃到會篤到悠悠嘅，也係邊有口感一啲啲。那是可能一切悠悠個。切悠悠，你開開啊吼，炸起硬啊，要散氣。冇人用係切悠悠，要散氣唔會嬲。係切悠悠過嚟，等下再冰掉個香蕉攰落去，哎呀好冇？好啊哈。加俺家前夫在附近的，做得冇？吃得多的冇？可以。剛剛就按用來發比咯。好嘞，可以是，俺先來把香蕉，姑嫂，只給我一根香蕉哦。所以要認真，失敗了就沒有了。太少了吧？還有什麼，邱師傅？我們那個姐妹那麼多年，什麼小撇步，不要跟那個張伯謙講，可以透露一下嗎？你切小了，其他的食材一樣切小。好，沒問題。呀，我等下想我老給剁胸哈，嘿，剁胸哈，做對啦，這樣子，對，可以嗎？走的。OK，你可以去那個把那張伯謙那邊稍微搞破壞一下。好，冇問題。你來拳擊一下哈，你來拳擊。加油哦！都來搞乜解？是。安家哦，佢是做的哦。你在做乜解？怎麼你讓你得講？再切細一點，像蒼蠅頭那麼小。好，再短。再夠短哦。切下去就會連手一起切下去了。好，時間快到了，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 ，OK。時間到了，文英啦，文英啦啊，文。好，揸好。講英為做乜嘅？文英做乜嘅？輕鬆做哦。好，按切。都安尼5個間下工。好，記得了，用你的廚師幫忙啊，好來。請廚師幫忙。好，幫忙90秒啊，用啊。好，100%。打耳，停一下。哇，雅典的還有寶豆底度嗎？請問邱師傅，雅典的有寶豆底度哦？收的。我讓你講吼。挪威寶紅蕊也可以裝飾的。我這個水蓮哦，熱蓮哦，哦喲，有不一樣的做法哦。你總得放睇咯，因為個淑華姐係做四川嘅姓唱。哦。因為佢講吼，佢和唔好食嘅那個，這個是什麼醬啊？忘記了。美乃滋。哦，美乃滋，佢和唔好食嘅美乃滋，所以我哋就變法，我哋唔會用美乃滋哦。真的？當然有嘛該知。哎呦，現總得講哦。只剩30秒了，夾！哎呦，剁！哎呦，哇！不要得罪師傅，就是這樣子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邱師傅哦，我剛剛你靜靜動吼，你離開管你的畫面很少，這個待會讓他來做。夾來管你哦，聲音哦要小心哦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轉來看你的哦。聲音哦。好，
对，聚集，然后就是剁细。可以稍微调味一下。雅典你要切东西吗？雅典你切东西，切东西调到低度，但是不用太多。对，配色啦，配色啦。这个你洗好啦。哎呦，就唔会全部崩崩啊！就不休息，那就强势的，滚脑啊，皮对，够孬啊呢。哎呀，水要做嘛该嘞？别烧强嘛，强化出来好吗？好，做伢的上法，你知道按用迄？对，我来装好。系啊，只有伢的上法。好。调匀了，甲等下最难的就会包两个千张。哎，小姐姐，你知道等下有30秒的时间，做得请 Q 师傅来立了天数，你知道用到哪道味的？炸呗，好的时间嘛，炸。等下油温切到先再好些了。等下你就好好的先包完的，等下看佢转了用的天数啊。包的方式把走伢的啦，走伢意思做。我看一下，来改片了。哇，该你做好嘞。不过你都要改你哈，这个姜里面有放什么吗？你说这个放调味料吗？有调味吗？有放白胡椒，还有糖，还有盐。你最爱的白胡椒。等一下要管妈妈了。准备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妈妈我觉俩得淑华姐她有点认真的表情出现。你看俩哈，因为你会做四川啊，做到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多厉害！他的粉丝人数比我多好多。不难吧？好啦，你们继续做阿姨，我过去看一下哦。等一下长狗了哟。等下过来，应该差不多到关键的地方了。好。好，妈妈，你看，俺一心一意就想带你呢。每次都是我比较紧张。慢慢，你看他很优雅。对。依据想法啦哈。对。做出来饭喜时好嘞，系么？还是还是莫做啊个啦，嗰度今年遐低水人叫，再过几年先，不改下哟。对，用笔卡扎啦嘞。呀。对。扎。用媳妇呐，那我看样旁边嘿。主持人我相信比给来宾还好敬重。对，我决定我还是离开这里好，因为像空气感生眼用。好，给他快。祝你福利啦，让他快乐做自己。是。邱师傅，应该係咪講我用熱鏈、水鏈我做乜嘅？我記得講下。要做他的腰帶。腰帶。可是他沒有腰帶。唔怕。你可以用香蕉皮。這樣太色了。不過這個千張做得切細，來做挑嗎？你用千張包千張，不就看不到嗎？哦，就變萬張了。對啊，顏色會一樣。啊。那個收口的時候用那個面糊。好，那我們就先過去哦，因為等下很多包嘛。現爆哈，對不對？好 ，OK。小姐姐，我快樂也係我養。媽，一張。我養。我養係會一些給你啊。看一下。那白黑。好。不給燒一下。我覺得要不要？不信上頭。媽，你這個給你好會搶師傅嘛？你好。可是呢，我們現在這一下文圖好冇？你看一下文圖做。我快了嗎？文圖拉誒，你張搶起來冇乜大送時間啊？你看一下，越南嗎？好忙哦，我夾貨啊，我夾貨。我夾貨嗎？好，你拉了。等一下。我等一下好了。假設通過就先不給帶的。那等一下回來再下鍋，等一下下。好。哇，淑華姐姐。你看，你猜猜看，已經有提示嘍。你還會做乜嘅？你看，上天又來為他鼓掌了，來第一個非常厲害的一步。你要黑馬該，你要炒糖漿哦。對。鏡頭有沒有帶到？你慢慢融開了，厲害了。你猜得到他要做什麼醬了嗎？焦糖。答對。哇！厲害了，我都好期待哦。不過這時候淑華姐你就要秀一下專業了。做焦糖有沒有什麼小 paper？走得到觀眾就是不要給它出破爛，不要變焦。要注意啊，不然就它那個焦糖跟燒焦就差一線之間，就差那1秒鐘2秒鐘，它已經出它就有可能會有苦味。我就是剝，有一點出破爛嘍。慢慢，它焦糖好，那一點點不一樣。我們先過去哦。好，要小心哦。火候小心。好。
是天数哎，30秒哦，别哎哦。动少了。哇，没有卷好，没有卷好。西剑斗。刚刚有做嘛事情吗？感觉不好一点。哎呦，你啊，秀昭姐姐没走在走啊。你还做嘛该？一定好。厨师帮我。哎，我喊对，温图几块？师傅来填收了。7块。来，要先上升温。我觉得好像差不多。都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排也拿起来，排开了。秀哲进讲一下。厨师天数哎，30秒哦，别哎哦。我变了。师傅，我们还没站好，等一下。然后呢，你们做熟拿嘛，有熟拿嘛先，然后拿后生的，好吗？拜托一下，这样一下。我还会拿嘛东西吗？好嘞，你看一开始就會滴答30擺就冇啦。10就30秒哦。可以嗎？可以。做得好。開始。好，夾落去咯。在那破咧虾卷啊。动少了。哇，没有卷好。唔怕。倒數嚟到9、8、7、6，點3、2、1。西剑斗，哎呀！中上鼓励。刚刚有做嘛事情吗？感觉不好一点。哎呦，你啊，秀昭姐姐没走在走啊。好，师傅走来喽。拍摄哦，挨这位哦。唔咩，不是你的错，是30秒的错。秀哲姐，也係最關鍵的時間，冇比出波來。雖然也係亞創意，不過我係一個很在意輸贏的人。拜託呀！變下呀，T 記。安尼是幫剛剛要做得嚟咯。剛剛那位師好 OK。哎，注意哦。我們的加油！哇，你都喊同蝦公誒。哇！怎麼會？淑華，你是不是很在意輸贏？啊？你他懂，你是不是很想贏？还好啦。还好。对，我看他已经没有办法攻发了。没有，我做东西都这样。不会啊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看起来差不多。好。哇！哎，还没有经历动就创意。刚刚才不是说只是要吃饱就好吗？我们好用心哦。冻酱。没啦，撞到模式嘛，他过酱啊嘞。对。你看。又来一个掌声鼓励了，看，天梯都比你都会撞上哎，他都按讲啊。哎，景义，动台给撞上哎，真的。哇，做好又落去了。倒数了，倒数了哦，倒数了。他好就会。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除了吃吃看到兩罐地度，那家長係你的太重譜嘞。好，第一次用這下講嘅人講，做的係本太子家發揮最大嘅創意。不過呢，講真嘅，咩係東南做誒，果然是有法式藍帶的等級。邱師傅出的考題，就是不容易。对，不會沒有沾到一點法式的邊。我們就學到很多小技巧在裡面，這樣。緊緊哦。好，那對哪一點可以試試？秀昭姐繞心意節奏誒。來，我很緊張哦。好多汁哦。好，老太太了，我還幫你加分一下，因為底度呢，你老牙臉呢沒變落去。不說太太有時都切土型哦，牙臉本身因為有水分沒有散出來，而且呢，你就會講講牙嘅強椒啊，不用從頭發溫內改，所以你有調味。不說太太是都會鹹甜啊呢，好。加分一下啦，哈！有，媽媽做的啊，媽媽你喜歡。你看看一下哈，這個厲害了。法式藍帶嘅，哦呦，加加都學看哦。可以了，樣些。這個太厲害了吧！所以強下學咯。你剛剛冇想到誒，好犀利。強哦。強哈。就是有幾知道咧？有金椒的強味啊。金椒的米絲嗰度。讓我很驚豔哦。好，又是一個難品碗中了哈。哎呀，太難了。凍小款個哈，兩組走起來喲，全凍醬，全冇強咯。對，完全冇強用啦哈。唔過大家有各自嘅中意。唔過呢，兩個時間就先來看啊，邱師傅搶分數。哇！基本媽媽
的梅头啦，哎，妈妈的创意，好，唔怕唔怕，等下哈，卢师傅抢份数，恭喜！哇！恭喜！师傅像动皮汉。也来妈妈的米丝吼，做得也贵就是，不过吼便宜百渣唔啦，啊也来，因为它有那个创意，也个皮炸得贵好，啊跟着那香米又出来。哦，啊，猪脚、金脚哈，好，香蕉。卢师傅咧，其实咪讲伊先用了泡的方式啦，像了一片可能泡沫按球是政策都好，硬可以，然后莫按切一边是好切，香梅冇强浓的地方做出来，伊那片可能用个特有的香梅，但是有一点点咸。但是佢配到了美乃滋，又嘟嘟好，然后又均衡。好，呢道是政策落去个画龙点睛的香蕉啊、焦糖样因，哦，所以梅头呢道是好突出样因是政策到呢道。关键字突出，真的。好啦，今日也是咪正经係东南片，要比嘅东九嘅時間，最背面呢成績出來咧。南推呢得到誒3分，風水呢得到誒1分，估數呢基本嘢風水一樣嘅哦，南水一樣嘅。南水啊，咩風水啦？找到我的心聲了。嫁財金。好的。哇，恭喜南水得到嫁財金3000Q。恭喜！好，呢風水呢咩有得到呀？韓國式嘅配肉盤哦。一下嘅，韓國的哦，一年四季都做在哪裡配肉，都要當個配出來肉吼，唔是養起出好啦，咩唔是菇嘅油誒，唔是菇油誒。哎呀，今日凍飯去啦，問一下吼，哇，媽媽帶每個強下落去比賽吼，今日就嘛個心得咧。清好料。清火療哈，抱一下媽媽，不要好像很陌生這樣子哈。好，緊緊動吼，恭喜！小姐子咁樣以後，我跟你說，他非常的大氣，一開始佢就講唔怕到神氣就好誒，要不要來參加？想唔想老太家分享一下？一擺啊！冇叫我，唔會叫啦。拜託，我講啊吼，輸人唔怕，個成次個吼，下一擺要記起咱再來啦。我過來啦。哦，要記起咱再來，好冇？好。楊昌、阿子珊、心怡姐咧，有好多冇相同嘅料理。第二講香蕉，還有嗰道紅色，好多對紅做嘅一個料理嘛，冇差。對。而且伊嘅焦糖。做得還不錯，不想後續啦哦。對，好，東方喜哈，好，東南店咧來到也嘅南鋪來比賽嘅時間，就看到老菜地嘅料理向下融入入來，行家重要嘅呢要睇起來老人哋來鬥鬧呢，最好嘅事情哦。哎呀，所以了解的吼，真緊凍飯去了，看到兩組吼，唔係講對方嘅唔好誒，都是講對方優點，做啲互相嚟學習一下。所以假時吼，你我下吼，就買個心儀的菜色，對，就馬感應為了節目當中哦，一起來練習口語表達，選擇得來報名參加哦。唔錯，而且大家參加過後都說我係下禮拜我過來呢，報名最近都爆滿了，唔怕，一家之主呢，等你出現咯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